咚咚，麥咚咚，麥咚咚，麥咚咚，豎起耳仔窿。每2個禮拜一次，聽古仔，認識世界奇趣事。Hello， 台長，我係嚟自澳門嘅 Amber， 我想同你分享一個 IQ 題。白貓同黑貓喺度行緊街，突然之間白貓俾個蘋果揼到個頭，咁黑貓會同佢講咩呢？哎呀，黑貓會同白貓講咩呢？我諗我要揾幫手啦。想知我揾邊個幫手，同埋個答案係乜嘢呢？記得聽到節目最後啦。歡迎乘坐麥咚咚想象列車，我係台長兼車長故事燕子。喺呢架神奇嘅列車上，我會同唔同嘅小朋友一齊玩遊戲，接受挑戰。今次準備咗雙人套票，即係一次過會有2位乘客一齊上車喎。咦，佢哋已經喺月台度等緊啦！請各位乘客豎起耳仔窿，同我哋一齊麥咚咚想象分享 ，Let's go！我叫嚴若希 Emerson， 我今年7歲。我係嚴月晴 Emery， 今年7歲，住喺薄扶林。歡迎家姐 Emery 同埋細佬 Emerson 啊！今次嘅雙人套票車飛要靠你哋嘅想象力同埋合作先換到噶。準備好嘅話，我哋就開始換車飛啦。第一關，呢張呢係雙人套票車飛，唔知仲有啲乜嘢會係一對嘅呢？請你哋合作講出3樣一對嘅嘢啦。一對耳仔，一對眼睛，一對臭襪。咦，對臭襪係邊個噶？第二關，合作聯想題。咦，原來呢張車飛識變身噶。每次車飛變身之前都會講一個形容詞， Emerson 同 Emery 就要輪流講出配合形容詞嘅嘢。我哋聽下車飛會講啲咩字？圓碌碌，圓碌碌，圓碌碌嘅鼻哥窿4隻腳，4隻腳，4隻腳嘅獨角獸公仔，藍字字，藍字字，藍字字嘅屁屁，會發光，會發光，會發光嘅燈。哇！將車飛跟住你哋嘅形容，首先變咗圓碌碌嘅鼻哥窿，又變咗4隻腳嘅獨角獸公仔，再變埋林字字嘅屁屁，最後變咗盞燈閃咗一下。咁就變返張車飛啦！恭喜你哋又成功過咗第2關啦！咪先，咪先。咦，車飛你想講咩啊？開心。原來係咁，車飛話佢同你哋玩得好開心，好想知道你哋估唔估到對方諗緊嘅嘢啊，所以就準備咗2揀1嘅 bonus 題。我會講出2樣嘢，你哋要估下對方會中意邊一樣多啲。首先係 Emerson， 你覺得呢姐姐會揀 Cinnamoroll 啊，定係 Kurumi 呢？ Cinnamoroll。好嘢，估啱咗。跟住輪到 Emery 估下細佬會揀游水定係跆拳道呢？游水。哎呀，可惜呢題 Emery 估唔啱啊！唔緊要。車飛話答錯都唔緊要，玩遊戲就係有時會啱，有時會錯，咁先好玩噶喎。車飛又講得幾有道理喎。Go go go go！ 好嘢，你哋已經成功拎到車飛啦！歡迎登上麥咚咚想象列車，我哋出發！下一站係分享信箱站。歡迎嚟到分享信箱站。呢一站我哋有個神奇信箱，當你將中意嘅嘢放入去，佢就會用神奇嘅方法同你對話。Emery， 你分享嘅好似係一個地方喎，喺邊度啊？海洋公園。哦，
點解你中意海洋公園嘅？海洋公園可以玩好多攤賣遊戲，碌嗰啲波掉落一啲窿仔度，跟住就會俾禮物我哋。同埋可以睇企鵝、睇熊貓咯。我都好中意睇動物噶。咁 Emerson 呢？你又準備咗分享咩啊？Pikachu 佢好勁噶，佢最勁噶，佢有得放電力攻擊其他壞人。通常呢，佢哋攻擊完呢，嗰啲壞人都會彈上天空噶。哇！信箱聽完之後開始發光啊！我諗呢，佢係想象緊你哋分享嘅嘢啊。不如我哋一齊由個信箱窿度裝下咯。好神奇啊！信箱入面好似有個細細嘅戲院咁。哇！我見到隻企鵝着住件好厚嘅褸，同熊貓喺度玩緊碌波啊。另一邊係 Pikachu， 佢喺度放緊電啊。Teamwork 劇真係彈到飛咗上天啊！咦 ？Pikachu 走咗過去同企鵝同埋熊貓一齊碌波。企鵝仲學緊 Pikachu 放電，不過好似唔成功喎。好啦，睇到呢度，我哋都係時候要出發去下一站啦。下一站，假如電話亭站。歡迎嚟到假如電話亭站。Emery、Emerson， 點解你哋個衫袋會喐喐下嘅？哇！你哋張車飛突然間好似一隻雀仔咁飛起咗喎！張車飛要飛去邊啊？哇！呼一聲就飛走咗添。哎呀，咁就麻煩啦！你哋要追翻張車飛先可以繼續想象列車嘅旅程噶。咁啊，不如你哋用假如電話亭，每人 call 一個幫手嚟載你哋去追翻張車飛啦。Emerson 啊，你會揾邊個幫手啊？佢係一隻黑色嘅飛龍，佢個名叫做 Toothless。佢係嗰套戲叫做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咁 Emery 呢？你嘅幫手又係邊個啊？係一個好快嘅跑車，飛天嘅跑車。好啦。假如有飛天跑車同埋黑色飛龍載住 Emery 同埋 Emerson 去追車飛，哇！真係出現咗黑色飛龍同埋飛天跑車啊！飛龍好似已經準備好啦。Emerson 啊，你會點做啊？騎上去佢個背脊呢度，要自己嘗試控制佢。咁 Emery 呢，要點樣開呢架跑車噶？有個咪，淨係可以講少少嘢咯。我想去森林度搵一張車飛啊！哇，睇嚟大家都準備好啦，咁我哋快啲出發！咦，追咗一陣，個天空度突然間出現咗一個幸運轉盤啊！我知啦，要轉下個轉盤，睇下邊一個會追到張車飛先噶。等我轉下先。係 Emerson 首先會追到張車飛啊。Emerson 啊，你條飛龍經過咗啲咩地方噶？經過空氣，經過一條河流，一座高樓大廈，全世界最高，最後經過好深嘅海洋。我見到啦，張車飛喺個海上面飄飄下。黑色嘅飛龍用嘴咬翻張車飛上岸。同一時間，唔知 Emery 同埋飛天跑車喺邊度呢？佢本身喺條路度啦，跟住佢就飛咗上天，經過一啲河流，經過一啲屋仔，同埋經過一個森林。就喺呢個時候，飛龍就將車飛拖到去森林度，而 Emery 嘅跑車呢都啱啱嚟到啦。咦，張車飛好似有啲嘢想講喎，等我聽下先。中意站長，唉，原來車飛佢好中意假如電話亭站，佢想一直留喺呢度做站長啊。咁啊
Emery、Emerson， 不如你哋幫手勸下車飛，同我哋一齊走啦。你過嚟啦，我最多請你食一杯雪糕。我買間玩具屋俾佢住喺嗰度，當係假如電話停站。好啊，好啊。有雪糕食，仲可以住喺迷你版嘅假如電話亭站度，張車飛好開心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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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哇！佢呼一聲又飛返去你哋嘅衫袋度啊！咁我哋可以繼續旅程去下一站啦。下一站，故事焗爐總站。歡迎嚟到故事焗爐總站。每位乘客離開之前，可以將你想聽嘅故仔主題放入去故事焗爐度做材料。等我打開個焗爐先。咦呀，可以啦。你哋會想放咩故事材料入去啊？從前有隻貓叫做黑白貓，佢好孤單，佢想學畫畫，跟住佢最尾有個老師就教咗佢畫，最後識到好多新朋友。從前有個小朋友叫做小明，佢今日媽咪帶佢去睇戲，個戲就講一隻恐龍呢就行街，跟住佢見到第二隻恐龍，跟住佢哋就做咗好朋友，跟住佢哋就 marry 咗。哦，原來兩個故事都有識新朋友嘅元素喎。咁當個故事焗好之後，你哋會想同邊個一齊分享呢？我想介紹呢個故事俾 Katie、Honey 啊同埋樂樂聽。我想焗好之後就送俾我屋企人，我媽咪、我爹哋、我嫲嫲、我爺爺、我工人姐姐同埋我家姐。啊，兩個故事嘅材料都好豐富啊，一定可以焗到好好味嘅故事啦。擺好材料之後就要閂返個焗爐啦。咦呀，故事焗爐會用靈感時間嚟焗故仔，當靈感時間足夠，個焗爐呢就會自己打開，變成又香又好味嘅故事啦。到時候我再速遞呢個故仔俾 Emerson 同埋 Emery 啦。多謝 Emery 同埋 Emerson 上想像列車一齊玩啊！我哋下次再乜東東想像分享 ，Let's go， 拜拜。想像列車，拜拜。世界隨意門。Pancake 八爪魚。大家好，我個名叫麥子琪 ，Abigail Mac， 我今年6歲。大家好，我係 Asha， 我今年8歲，我住喺 Sydney。大家好啊，我係 Asha 同埋 Abigail 嘅媽媽 Olivia。阿妹啊，平時中唔中意食 pancake 噶？我中意食，我食原味。咁家姐你呢？我中意食 pancake， 我食綠茶味。哇，聽見都肚餓啊！不過呢，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唔係甜品，而係一種生物，佢個名叫做 pancake 八爪魚。哇，係好似用八爪魚嚟整 pancake 喎。我覺得呢係好似 pancake 咁嘅八爪魚。家姐估得啱喎，今年呢5月，澳洲科學家喺澳洲西北邊嘅深海度發現咗呢種新品種嘅八爪魚啊！家姐，麻煩你可唔可以幫我讀一讀佢個英文名啊？ Carnarvon flapjack octopus。哇，讀得幾好喎，就係 Carnarvon flapjack octopus 啊！ flapjack 即係扁踢象。係啊，雖然一般嘅 flapjack octopus 都係扁踢踢，不過唔計佢8隻手，通常都有10至30 cm 咁大，可能大過本書噶。但係咧，今次新發現嘅品種只有4 cm 左右，同嚿擦紙膠差唔多大咋。所以咧，喺深海見到佢嘅話，可能會覺得佢似一塊迷你 pancake 咯。咁細塊，好容易俾其他魚食咗喎。唔怕，佢同其他 flapjack octopus 一樣啊，頭頂咧有2個細細嘅鰭，好似咧小飛象嘅耳仔咁，
幫佢游快啲。所以咧，有啲人都叫佢做 Dumbo Octopus 小飛象八爪魚啊。好似一個有翼嘅 pancake 咁得意，仲有冇其他得意嘅嘢啊？比起其他 Flapjack Octopus 呢種新品種八爪魚就唔識噴墨，又唔可以變色嘅，所以佢唔會噴墨嚇走人，佢就係中意食嘢喎。科學家仲話呢啲深海地方就好似一個大寶箱啊！除咗 pancake 八爪魚，仲有揾到好多新嘅魚類。不如咁啦，我哋一齊用食物加生物去設計一種全新嘅生物品種，然後畫佢出嚟啦。我最中意就係 Candy Frog， 我要畫一隻 Candy Frog Jellyfish。我中意食荔枝，所以我就會整一個荔枝 Octopus。佢個頭會有啲 spikes， 好似一個荔枝咁，佢會係粉紅色，同埋佢頭頂會有一嚿嘢，好似一塊葉。好有創意喎！各位小朋友，如果你都諗到咧有新嘅物種，可以畫低佢，然後影相寄去台長 email 同大家分享啊！IQ 題：白貓同黑貓喺度行緊街，突然之間白貓俾個蘋果揼到個頭，咁黑貓會同佢講咩呢？等我揾希言幫下手先。希言，你知唔知道黑貓同白貓講咩啊？台長，我知啦，個答案係喵。真係 ？Amber， 不如你開估啊？答案就係喵。啊，咁就係希言嘅答案啱咗啦。聽緊節目嘅你係咪都估啱呢？喵！上一集拍烏龜遊戲，答啱嘅小朋友有希林、月晴、仲星、佑安、兆婷。如果聽緊節目嘅你都想知道自己拍得啱唔啱，可以錄音問下我㗎喎，我就唔喺度講答案俾大家聽啦。至於下一集，我哋會一齊慶祝中秋節，歡迎大家喺9月30號之前，將你想講俾屋企人或者好朋友聽嘅祝福說話錄音留言俾我，我就會喺下一集播出㗎喇。記得要話埋俾我聽你個名啦，同埋住喺邊噃。仲有啊，如果你好似世界隨意門嘅 Abigail 同埋 Asha 咁樣，創造咗一種食物加動物嘅新品種，記得影相同錄音分享俾我聽啊！如果你錄完音幾日都仲未收到我嘅回覆，可以請爸爸媽媽幫手喺 Instagram、Facebook 或者 email 度問下我，因為有可能你嘅留言或者係我嘅回覆跌咗落去神秘黑洞度，要特登用個網撈翻上嚟噶。好啦，我哋講住咁多先，下集見。聲音團隊多謝提供 IQ 題嘅 Amber 小朋友，幫手估答案嘅希言小朋友，世界隨意門報道員媽媽 Olivia， 姐姐麥貝琪 Asha， 妹妹麥子琪 Abigail， 麥東東想象列車故事燕子擔任車長，乘客嚴月晴 Emery， 嚴日希 Emerson， 企鵝先生扮演車飛。故事創作、節目資料搜集、文章編寫、剪接及製作故事燕子。